339 Home 2026年黑科技呈現就係呢款吞天蛙智能捕蚊機。杭州呢個無蚊公園擺咗一款叫吞天蛙嘅仿生捕蚊器，大公報表示好評。記者喺公園觀察2小時未被叮咬。香港01新聞對此大加讚賞，內地央視新聞亦進行報道。近期呢，蚊蟲也開始活躍起來了。浙江杭州市蔣村街道的呼吸式捕蚊機最近在網上走紅了。那捕蚊機效果怎麼樣呢？我們一起來看看。佢唔噴藥，唔放電，淨係做一樣嘢，扮成你。佢到底係點運作㗎？蚊蟲揾人吸血，靠2樣嘢：你呼出嘅二氧化碳同你身上嘅體溫。吞天蛙將仿生學玩到極致，佢24小時不停釋放同人體濃度相近嘅二氧化碳，同時模擬人體體溫。喺蚊嘅視覺入面，呢部機就好似一個唔喐嘅人。蚊被吸引過嚟準備開餐，即刻俾部機嘅強風吸入倉入面，活生生風乾，全程唔使用任何藥水，冇異味，冇化學成分。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喺隔離活動。更犀利嘅係，佢捕殺嘅大多係負責繁殖嘅雌蚊，即係之後能夠產卵嘅蚊會大幅減少，成個公園嘅蚊蟲密度下降咗90%以上。每部機仲配咗一塊細屏幕，你掃個二維碼就可以睇到佢今日嘅實時戰績。實測數據顯示，55部機一日可以捉到3萬幾隻蚊，平均每部一日可以捉500幾隻。以前喺公園坐20分鐘就俾蚊咬到成身包，而家坐足成個上午都冇事。有網友話，希望呢款設備盡快喺全國公園普及，等啲蚊感受下咩叫社會險惡。我哋339 Home 將呢個黑科技產品智能捕蚊機帶到嚟香港啦。